各位老師午安啊，歡迎大家參加今次嘅簡介會啦。大家好，咁我叫 Terence，咁係資優教育學院學校及學生服務部嘅高級課程主任。大家好，咁嚟緊今次嘅簡介會咧，咁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嘅學院嘅學習機會啦。咁跟住有點樣甄選同識別資優生嘅方法啦，同埋介紹一下我哋學院嘅提名制度嘅。係啦，咁大家依家會見到就今次簡介會嘅一個內容啦。咁頭先都有提過，咁就會介紹翻我哋學院，同埋講一講今次嚟緊嘅提名嘅時間表嘅。好，咁首先咧我哋嘅院長黃金耀博士咧有幾句説話想同大家講嘅。好，各位老師、各位校長你好，歡迎嚟到我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一年一度嘅提名嘅一個簡介會啦。咁我就係香港資優教育學院院長黃金耀。好高興咧，我哋過去嗰個學年咧，其實咧我哋學院咧就收多咗2000多位新嘅學生嚟自你哋貴校啦。佢哋咧都係透過學校提名啦、家長提名啦、校長嘅提名啦，同埋透過唔同嘅比賽喺我哋個尖子培育計劃嗰度咧去發掘出嚟嘅。嚟緊新嘅學年啦，2025至26年咧，我哋學院咧會有一個嶄新嘅一個甄選嘅一個考核啦。同以往有少少唔同嘅咧，學校咧就可以會多少少時間咧，俾你哋去甄選，去揀出一啲學生啦。因為我哋嗰個時間咧會係褪遲咗少少嘅，因為今年咧我哋主要咧就會取消咗一個自學嘅網上課程，咁所以咧同學咧只係需要咧去直接咧去做一個網上嘅一個測試嘅。而同樣咧，我哋都取消咗佢哋之後咧入選嘅第一個階段嘅同學咧，會取消咗佢哋需要交嚟一個我哋嘅一個履歷啦，即係嗰個 portfolio 啦。咁所以咧成個過程咧其實係縮短咗好多下嘅。咁所以咧令到學校咧可以多啲時間，尤其是新加入你哋學校嘅學生咧，老師同埋校長咧可以多啲時間咧去觀察同埋去挑選一啲適合入嚟我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嘅同學。今年咧學校嘅提名嘅名額咧係會減少咗嘅，係每間學校咧就可以提名咧最多提名咧10位同學去做呢個甄選嗰個呢個試啦。咁當然校長或者老師咧都可以去俾家長啦即係同學嘅家長咧去自己去提名都可以嘅，係啦。咁我哋今年咧都繼續咧有我哋嘅以往做開幾年嘅一個校長提名呢個計劃啦。咁所以除咗你哋提名嗰10位同學要做呢個甄選嘅評核試之外咧，我哋繼續有呢個校長提名。過去幾年咧我哋開始咗個計劃之後咧就好受歡迎嘅。同樣啦，我哋喺中學嗰度咧，其實學校咧可以提名一位而家讀緊中2至中4嘅一位學生咧，喺領導能力有表現有天分嘅學生咧，可以提名佢哋入嚟。透過呢個計劃咧，我哋需要會面試佢哋啦，同埋都會睇佢哋個履歷嘅。另外咧，我哋喺上年開始咧，其實就再加多咗個名額啦，就係喺視覺藝術嗰方面。而視覺藝術咧係俾所有嘅中學同埋小學啦，咁呢個就冇特別分年級啦。咁總之係10至18歲嘅中學同埋小學咧都可以每間中學或者小學咧就可以各提名一位喺視覺藝術呢方面有天分嘅學生。咁呢位同學咧同樣都唔需要考呢個評核試嘅，咁但係咧佢需要交佢哋一個履歷啦同埋佢哋一個尤其是喺視覺藝術嘅啲畫作啦咁稍後我哋同事咧會詳細啲去講解呢方面嘅，係啦。咁同樣咧，我哋都希望老師咧都會留意下如果你哋第日你嘅同學啦，或者而家已經有同學係我哋學員咧，都會留意下佢哋同佢哋平時傾開偈，佢哋喺度學過啲乜嘢可能邀請佢哋去同其他同學老師去分享啦。咁同埋如果你發現你哋嘅同學咧喺無論係啱啱學期初啦，或者中途咧係轉咗校嘅離開咗學校嘅 ，OK， 咁可能咧都需要同我哋去講翻啦，或者叫翻個同學咧去自己咧去申報
後翻佢已經轉咗學校，甚至可能離開咗香港去咗其他地方讀書咧，我哋都要需要去了解嘅，好冇？咁喺度咧都好期待咧各位老師同埋校長咧都提名一啲好你哋學校好傑出嘅學生咧，成為我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嘅學員。咁喺度咧都祝大家咧係教學愉快啦，同埋身體健康嘅。好多謝大家。好，唔該晒院長。咁嚟緊嘅時間咧，就會由我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嘅助理院長黃祖波先生咧，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哋資優教育學院嘅課程咧同埋服務嘅。有請。好，各位老師，再一次歡迎大家出席今日嘅簡介會。接落嚟咧，我就為大家咧係介紹一下學院嘅課程同埋服務。可能你老師當中咧都有一啲係都對學院係相當熟悉㗎啦，但可能亦都有一啲嘅老師咧係唔係咁了解嘅。咁或者都趁今日嘅機會咧係溫故知新啦，了解多啲學院嘅服務，等你哋喺提名學生參加我哋嗰個嘅入學試嘅時候咧，都更加咧係掌握啦。好，咁先簡單講一講就究竟香港資優教育學院係一個乜嘢嘅機構啦。咁我哋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全數資助嘅一個非牟利教育機構嚟㗎。我哋最主要嘅職責就係為香港資優嘅學生，10至18歲嘅資優學生係提供校外嘅資優教育服務。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有為資優學生嘅家長咧，同埋老師咧係提供咧係相關嘅專業支援服務嘅。我哋學院更加設有一個研究小組，係從事一啲同資優教育相關嘅教育研究，希望為學院未來嘅發展咧係提供一啲有用嘅資訊。咁學院咧每一年咧係約莫咧係為學員咧提供咧係300到400個嘅課程㗎。呢啲課程主要係由2個嘅部門咧係負責設計同埋推行。其中人才培育部咁咧就係負責在我哋學院裏面咧係絕大部分嘅課程嘅。人才培育部每年都設計一啲嘅增潤課程啦，希望能夠讓新入嚟嘅學員更加咧係透過多元化嘅學習，去更加了解自己嘅興趣，同埋揾到自己真正嘅能力喺邊一個位置。當呢啲學員都已經揾到自己真正興趣啦，我哋可以安排佢哋咧係參加啲進階嘅課程，以便佢哋能夠喺佢哋有興趣、有能力嘅範疇咧係能夠盡心嘅學習。而我哋嘅項目主任咧，亦都會咧，課程主任亦都會咧係透過觀課咧係了解一下學員喺呢進階課程裏面嘅表現。如果有啲有特別突出表現嘅咧，我哋都會將佢咧係安排一啲嘅獨立嘅學習研究，或者參加我哋學院嘅一個師徒研習計劃。頭先講嘅咧都係人才培育部為學員咧設計一啲相對嚟講係比較學術性嘅課程，而我哋學院嘅學校及學生服務部咧亦都有設計一啲課程。不過咧就係集中係喺全人發展或者係一啲嘅情義教育嘅課程。除此之外，學校及學生服務部咧亦都會提供一啲嘅輔導服務。我哋有住院嘅心理學家啦，佢哋係為有需要嘅學生啦、佢哋家長甚至一啲教師咧，都係提供一啲嘅諮詢服務嘅。先都講過啦，我哋嘅課程咧有成300幾400個，所以咧我哋推行嘅時候嘅形式咧，亦都係多姿多彩、百花齊放嘅。我哋有一般嘅講課啦、講座啦、工作坊啦，更加有一啲實驗嘅課程，讓學員咧可以有一啲親身嘅體驗，更加有由專業嘅導師帶領嘅一啲實地考察、參觀，更加我哋會培訓學員咧係參加本地啦、全國啦同埋啲國際性嘅比賽。令佢哋進展所長。我哋提供嘅課程咧係喺好多嘅範疇裡面嘅，例如如果同 STEAM 相關嘅課程咧，我哋係會有一啲，譬如話係航空嘅課程啦，水下考古嘅課程啦，
或者一啲遺傳學嘅生物科技實驗課程啦等等。呢啲課程咧，一般嚟講咧都非常之受歡迎嘅。除咗同 STEM 相關嘅課程之外，我哋亦都有一啲人文藝術方面嘅課程。我哋有戲劇嘅課程喎，亦都有博物館課程、外交課程，甚至咧一啲好富有中國呢個文化色彩嘅一啲茶藝品茗嘅課程同埋太極班。所以咧，學員無論佢嘅興趣喺邊個範疇咧，都一定揾到佢自己喜歡、想要讀嘅課程嘅。你更加咧係會特別係栽培一啲有領導才能嘅學生。每一年咧，我哋都會為一班有領導才能嘅學生咧安排一個特定嘅課程，讓佢哋咧係盡量係發揮佢哋嘅領導才能。當中咧係有工作坊啦、訓練營啦，同埋一啲好特別嘅森林療癒嘅體驗課程嘅。學院所有課程咧都係根據一個人才培育模式咧係去設計嘅。我哋希望所有嘅學員都有機會入到嚟嘅時候，都開始咧係慢慢去發掘到自己真正嘅興趣。因此咧，我哋鼓勵學員咧入到嚟嘅時候，先參加啲增潤課程。增潤嘅課程咧，內容同埋款式咧係繁多，咁學生咧可以慢慢嘅去參加唔同，慢慢嘅去發掘自己真正嘅興趣。當佢哋都初步確定到自己嘅興趣同埋能力之後，學員咧係可以咧係參加啲進階嘅學習課程。呢啲進階學習課程咧就時間係比較長啦，長達咧可能係接近咧100小時嘅，所以咧係需要學生係相當大嘅commitment 嘅。喺呢啲進階課程裏面咧，我哋嘅課程主任都會觀察學生嘅表現啦。一啲突出表現嘅學生咧，我哋都會安排佢咧係參加啲好專門化嘅訓練課程，讓佢哋跟一啲專家咧去學習同埋做一啲研究。因為我哋有咁多課程啦，所以咧我哋學員咧上課嘅地點咧亦都遍佈香港各地嘅喎。當中有一部分就會喺學院喺沙田嘅校園上課啦，而我哋學院咧都同8間嘅中小學咧係有啲合作協議。我哋有部分嘅課程就安排呢8間嘅衛星中心上課，而大學亦都係我哋呢個重要嘅上課嘅地方，因為我哋有好多嘅課程都係由大學嘅教授咧係去主理嘅，所以學員有機會咧喺小學階段已經去到大學嘅校園裏面咧係上課，又或者有一啲嘅課程需要去到一啲特定嘅場地，例如我哋頭先講過一啲嘅航空課程咧，就會要去到機場呢個禁區裏面咧係上課噶啦。頭先都有提及，我哋嘅學校及學生事務部咧都有一個嘅諮詢及評估中心。呢個中心咧係由我哋嘅輔導主任啦，同埋我哋嘅心理學家咧係主持，為學員啦、家長啦同埋老師咧提供免費嘅諮詢熱線服務。如果有一啲比較複雜嘅個案咧，可能我哋嘅職員就會安排學員咧係接受呢啲收費嘅輔導服務啦。咁究竟我哋咁多個課程，每一年我哋嘅學員係點樣招募嘅咧？同埋我哋係點樣識別甄選呢啲學生入嚟嘅咧？我哋都好希望咧係能夠咧係學校咧嘅老師咧能夠好客觀地去處理學生嘅提名，參加呢個入學試。我哋希望咧老師能夠從好多唔同嘅渠道啦，唔同嘅條件之下咧，同埋唔同嘅角度咧，係去了解學生。例如，我哋好可能係從學生嘅考試成績啦，佢嘅課外活動嘅表現啦，又或者我哋從其他老師啦、家長啦，甚至一啲同學生一路工作緊嘅一啲專業人士，例如學校嘅社工等等咧，係獲取到學生更加全面嘅資料。從而咧，讓老師客觀地了解學生是否適合咧係參加學院嘅活動，然之後咧先提名佢哋。我哋好希望咧學校咧都能夠咧係參考教育局嗰個3層架構嘅推行模式，意思即係話我哋希望學校咧係先喺學校裡面進行第1同埋第2層嘅校本資優教育，
從而咧建立咗一個學校嘅資優學生嘅人才庫，從而咧喺呢個人才庫裏面挑選合適嘅學生咧，係提名佢哋咧係參加校外嘅資優服務。其實我哋係咪一定需要用一啲考試或者係某一啲嘅標準化測驗去測試學生係唔係資優咧？咁其實咧好多學者咧都有另外嘅建議嘅，例如陳龍安教授就教我哋一個8字口訣，讓我哋咧老師或者家長咧都可以喺平時嘅時候咧係從8個唔同嘅方面去觀察學生嘅表現，從而睇出究竟佢係會有一啲資優嘅特質咧。呢8個方面咧就係睇下學生係咪好中意發問咧，佢哋係咪有特別多唔同嘅興趣咧，佢哋嘅思想係咪比一般嘅學生都係成熟，又或者佢哋對自己有興趣嘅學科係咪有持久嘅專注力咧？對一些問題、一些老師提出嘅問題係咪有好快嘅反應咧？或者佢哋係咪已經有好強嘅記憶力？處事嘅時候咧手法非常之靈活，同埋佢哋係咪已經對某一啲學科有好深刻、好廣泛嘅知識咧？我哋都可以嘗試從呢8個唔同嘅方面咧，去全面了解呢啲資優呢啲學生嘅特質，從而判斷咧佢係咪擁有一啲資優嘅特質。我哋嘅學員咧係嚟自全香港所有嘅學校啦，佢哋都係擁有多元嘅才能，而且咧共同咧都係保持住追求卓越嘅志向。咁究竟有興趣加入學院成為學員嘅學生係可以用咩途徑申請入嚟咧？基本上咧，主要咧就係第一個途徑就係學校或者家長嘅提名。呢兩個嘅提名咧，其實基本上係冇分別嘅，只不過一個係由學校嘅老師或者校長提名，另外一個咧就係由家長自己本身提名自己嘅子女。當學生獲得提名之後，就會由學院咧安排佢哋參加我哋本年度咧係新推出嘅一個甄選測驗。當佢哋喺甄選測驗裏面取得合格嘅成績咧，佢哋咧就可以咧係成為學員噶啦。除咗呢兩個嘅提名途徑之外咧，其實我哋仲有另外一個途徑噶。不過我再講多少少咧呢個甄選測驗。咁呢個甄選測驗咧就係我哋喺呢個學年裏面咧係首次咧安排，係指定嘅，喺同學咧係可以喺一個指定嘅網上平台咧裏面進行。佢哋係可以喺香港任何一個地點參加，只需要咧佢哋有一部電腦啦，而且係配備咗網絡攝影機同埋穩定嘅網絡連接就可以噶啦。如果有需要嘅話咧，請學校咧協助咧係獲提名嘅學生咧係提供適切嘅支援。呢個測驗咧係總共分開咗3個組別，分別係小學組啦、初中組啦同埋高中組。咁學校咧就可以按你哋學校嘅情況咧係提名學生咧係參加呢個甄選測驗。當學校或者家長提名咗學生參加呢個甄選測驗嘅時候咧，其實嗰個程序係大概係點咧？咁大家咧可以睇一睇而家咧畫面上面嗰個嘅slide 啦。咁我哋預計咧就喺11月至12月呢段時間咧，就先邀請咧學校提名你哋學校裏面嘅學生係參加呢個甄選測驗。到12月之後，家長發現到如果你嘅子女未有被學校提名咧，你就可以自己咧係提名子女咧係參加呢個甄選測驗啦。咁應該咧喺1月尾嘅時候咧，所有嘅提名咧都會全部結束啦。咁學院咧就準備安排咧已經獲提名嘅學生咧參加呢個甄選測驗。而呢個甄選測驗咧應該就會喺2月底3月初咧就係進行啦。當所有學生都參加咗呢個甄選測驗咧，結果約會喺大概4月中就會出到噶啦。咁我哋學院咧就會喺5月初咧就會邀請一啲成績合格嘅學生咧係註冊成為學員。
整個過程咧係比往年咧係縮短咗好多，亦都意味住咧已經註冊嘅學員咧可以喺今年即係呢個學年之內咧就即刻咧係可以咧係報讀學院嘅課程。除咗頭先所講學校提名或者家長提名呢個途徑之外咧，其實學院咧另外仲有2個途徑咧，可以讓資優嘅學生咧係有機會成為學員嘅。其中一個就係校長提名計劃。每一年咧，每一所中學嘅校長咧係可以提名一位喺呢個領導才能方面有潛質嘅學生，同埋另一位喺視覺藝術方面係有潛質嘅學生參加我哋呢個嘅學員資格嘅申請。呢啲獲提名嘅學生咧，係只要將佢嘅個人檔案咧係交到嚟學院之後，我哋就會分別安排面試或者咧係評核佢哋嘅個人檔案，審核佢哋嘅學員資格噶啦。除咗校長提名計劃之外，我哋仲有另外一個叫做尖子培育計劃嘅。每一年度喺香港裏面咧都有好多大大小小唔同嘅比賽，讓香港學生參加。學院就係同部分一啲比賽咧係有一啲合作協議，讓呢啲比賽特定比賽裏面攞到獎項嘅學生咧，學院係會直接邀請佢哋咧係申請成為呢個學員嘅。咁而呢啲嘅特定比賽嘅名單咧，老師們咧係可以喺我哋學院嘅網站上面咧係睇到啦，已經好詳細咁列出。咁所以老師亦都可以鼓勵你哋嘅學生咧係多參加不同類型嘅比賽，因為從嗰啲途徑亦都有機會咧係成為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嘅學員。頭先都提及到啦，有部分嘅計劃咧係需要學生咧係提交佢哋嗰個人嘅學習檔案嘅。咁當學院收到呢啲學習檔案，會點樣處理咧？我哋係會根據任宇理博士嗰個3環理論咧，係去審核呢啲嘅學生嘅學習檔案，睇下呢啲學生係咪已經有任宇理博士所講嘅中上嘅學習能力啦、創造力啦，同埋對學習嘅熱誠。如果佢哋都能夠充分表現出佢哋呢3種嘅特質嘅話咧，學院咧就會經過審核之後，就會讓學生咧係成為學院嘅學員噶啦。好啦，咁我都介紹過學院嘅一啲服務啦，同埋嗰個甄選計劃。咁跟住落嚟咧，我會咧係有另外一位同事咧係好詳細咁介紹俾大家知嚟緊嘅學年嗰個甄選測驗究竟詳細情形係點咧，日期係點啦，同埋關於校長提名計劃嘅詳細資料。多謝大家。係好，唔該晒。咁嚟緊咧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嚟緊全新嘅甄選測驗嘅一啲資料嘅。咁以下嘅部分咧就會由我哋嘅課程經理Stella 咧同大家介紹嘅。唔該晒副院長。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會睇翻成個甄選測驗嘅提名計劃嘅時間表嘅。咁喺我哋今日嘅簡介會完咗之後啦，我哋會喺11月25號咧再安排多一次簡介會。咁到時咧就會有更多咧關於呢一個係參加全新甄選測驗同埋校長提名嘅詳情啦。咁包括報名嘅平台嘅操作啦，同埋其他甄選測驗嘅安排嘅。咁我哋亦都會大概喺10月尾嘅時候咧，再寄信俾學校嘅校長啦，咁通知翻你哋去報名參加呢一個第2次嘅簡介會，而我哋係會透過我哋嘅學院嘅網上嘅報名去進行嘅。咁而我哋成個嘅係甄選測驗啦，係經學校提名啦，咁隨即會喺11月25號簡介會之後啦嘅11月26號至到12月12月12號咧，就可以係開放俾係負責嘅老師咧，透過學校提名去安排翻幫學生咧報名參加我哋呢個甄選測驗或者係校長提名嘅。咁而如果參加咗校長提名嘅老師咧，就謹記喺1月嘅時候咧，係需要咧係幫學生咧獲提名嘅學生咧遞交佢哋嘅個人檔案俾我哋去進一步去審視嘅。
咁而係如果報咗名參加甄選測驗嘅同學仔咧，就會喺來年嘅2月至3月咧就會進行嗰個嘅甄選測驗嘅。而我哋學院咧就會喺來年嘅3至4月啦，就會係透過測驗嘅成績啦，同埋遞交，如果係校長提名，咁就會睇翻佢哋遞交嘅個人檔案啦，去進行翻一個評審。咁我哋咧就會喺來年嘅4月下旬咧，就會係公布呢一個甄選測驗啦，以及係校長提名嘅結果噶啦。咁如果獲取錄嘅學員咧，就需要喺來年4月下旬啦，就會係做翻個學員嘅註冊。而同學仔咧，亦都會新學員咧，就會喺5月嘅下旬咧，就可以咧獲得我哋嘅學院嘅帳戶啦。咁隨即咧就可以報讀我哋嘅學院嘅課程噶啦。咁所以成個嘅提名程序咧，係會比以往咧係縮短咗嘅。咁喺度咧都順帶翻一提啦，我哋學院咧服務嘅對象咧就必須係喺香港學校就讀嘅10至18歲嘅同學嘅。咁而我哋參加甄選測驗嘅學生咧，亦都最細咧係必須喺來年嘅9月30日或之前咧係年50歲嘅。而因為頭先提到啦，我哋學員咧會喺來年嘅5月下旬啦，係會獲得個學員資格啦。咁而相當於如果今年係中學最後一年嘅同學仔咧，都會即將畢業㗎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唔會接受佢哋嘅申請嘅。而喺校長提名計劃嗰方面啦，咁呢度都去提翻學校老師嗰個嘅名額啦。咁同以往嘅安排係一樣嘅。咁如果喺中學方面啦，喺領導才能嘅範疇咧，係會有每間中學係可以提名1位係中2至中4嘅同學仔參加領導才能範疇嘅。而喺我哋舊年新增嘅視覺藝術範疇裏邊咧，每間嘅中小學啦，就可以提名咧1位適齡嘅學生去參加呢一個範疇。而喺透過呢一個校長提名嘅計劃裏邊去參加個提名咧，係唔需要咧係參加我哋嗰個嘅甄選測驗啦。咁直接咧就係向我哋學院遞交翻個人檔案進行呢一個評審嘅。而我哋呢個全新嘅甄選測驗嘅名額咧，每一間學校每個學員咧係會最多係10名嘅。咁而留意翻，我哋如果有啲係學校嘅家長咧係透過家長提名啦，嘅 quota 咧就唔會計喺呢個10個同學嘅範疇裏邊啦。咁而學校長提名嘅頭先講一啲嘅 quota 咧，亦都唔會係計喺呢一個甄選測驗10個名額入邊嘅。而其他啲嘅重要事項啦，喺我哋網上都可以隨時係睇翻嘅。咁有幾個重點都想喺度順帶一提嘅。咁首先就係我哋成個甄選測驗啦，係會喺指定嘅網上平台嘅進行㗎。咁同埋咧係會喺香港範圍裏邊啦。咁同埋學生係需要自備一個嘅桌上電腦啦，或者係筆記型嘅電腦，同埋需要有一個嘅網絡嘅攝影機，同埋咧最緊要有一個穩定嘅網絡啦。咁喺學校嘅提名嗰方面咧，如果係學校老師咧，學校嘅同學有需要咧，其實都可以咧幫佢哋安排，可能喺學校裏邊進行呢一個嘅網上嘅甄選測驗都可以嘅。咁而我哋每一個學生啦，每個學年啦，就淨係可以透過學校提名或者家長提名咧，係報名一次參與呢一個嘅甄選測驗嘅。咁如果咧係經咗學校提名啦，咁就緊記翻啦，我哋嘅提名老師就支持同翻家長好好溝通啦。如果係學校會提名佢哋，咁佢哋就會可以喺校長家長提名嘅時間咧去報名㗎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淨係會考慮學校提名嗰個嘅報名啦。咁所以都希望老師之前可以同翻家長咧好好嘅溝通，咁就唔好係兩邊去報名，或者係學校嘅老師咧，亦都即係報咗名家長唔知道，咁可以支持同學校嘅家長老師同埋都可以溝通嘅。咁而我哋申請呢一個甄選測驗嘅同學仔咧，就唔可以咧喺同一個學年咧又同時參加校長提名嘅喎。咁所以呢個咧老師都要留意翻啦。而如果咧真係需要更改呢一個申請嘅方式啦，咁老師咧就必須係透過電郵啦通知翻我哋
學院啦，就呢一個退出嘅申請啦。咁同埋咧，如果係佢係想退出學校嘅提名，咁佢亦都要自己咧就再去重新報名呢一個嘅家長提名啦。而所有報名嘅老師啦，甚至家長啦，都有責任提供一個正確同有效嘅電郵地址啦，咁作呢一個溝通之用啦。咁同埋如果係到時有咩嘅需要電跟咧，都係會透過電郵去遞交。咁同埋一個電郵嘅地址咧，我哋都會稍後將嗰個嘅網上測驗嘅一啲係登入資料係寄俾學校嘅老師同埋同學仔嘅，咁所以冇必要確保係正確啦。咁如果係家長啦，或者係老師咧，喺呢一個測驗開始之前啦，或者係開始咗之後咧，都未收到報名結果喎，或者登入資料喎，咁真係冇必要咧，係主動聯絡翻我哋啦，因為未收唔到咧，都係需要你哋主動通知我哋先會可以跟進到嘅。而呢度亦都係提翻啦，如果係就算係學校報名又好啦，或者係家長嘅報名都好啦，咁相關嘅證明文件咧，都需要係確保係真實啦。咁我哋學院咧，其實都隨時可以會係同學校啦，或者係家長咧去要求翻去做翻一個證明嘅文件啦，或者係直接咧係聯絡。如果係透過呢一個係家長提名嘅，我哋都可能會係聯絡學校啦，去核實翻學生嘅身份嘅。咁如果係有任何虛報資料咧，我哋都會立即取消嗰個申請啦。咁而相關嘅人士咧，都可能會需要承擔翻個刑事責任嘅。咁而喺學校提名方面啦，咁都冇必係希望學校咧就安排翻一個統籌人啦，因為統籌老師咧就會係聯絡翻佢哋被提名同學仔嘅成個嘅流程啦，咁同埋咧係學校嘅統籌人啦，喺呢一個校長提名嘅部分咧，係需要喺來年1月嘅期間咧，就為學生咧遞交佢哋嘅個人檔案嘅。咁呢個同以往嘅安排就少少唔同嘅。以往就係家長自己遞交，咁而家我哋係呢一個新嘅安排咧，就係由學校嘅統籌老師去幫學生去遞交呢一個嘅學生個人檔案。而頭先提到啦，我哋喺11月底都會有另外第2次嘅係簡介會嘅。咁我哋喺10月下旬度咧就會再發信咧去通知翻學校去報名嗰個嘅簡介會啦，同埋咧係有關嘅提名嘅資料啦。咁係包括甄選測驗同埋呢一個校長提名嘅。咁而我哋信件亦都會咧係麻煩貴客學校咧就係睇一睇翻佢哋咧我哋喺我哋學院嘅學員名單啦，去核實翻咧名單嘅學生咧係咪都仍然就讀喺學校裏邊嘅。咁而頭先提到我哋校長提名計劃咧，係需要係遞交呢一個嘅學生個人檔案嘅。咁呢度咧就可以之前就已經等老師啦，可以有個準備啦。係如果係會為學生係報名呢一個領導才能範疇咧，需要準備嘅一啲資料，咁就係由學校統籌人去遞交嘅。咁首先就會係有個提名原因啦，咁同埋咧都需要去同學生咧係安排翻咧佢哋錄一個係2分鐘嘅短片去介紹翻佢哋喺領導才能嘅經驗啦，同埋佢哋嘅見解嘅。咁亦都咧係需要遞交佢哋家長啦對於學生嘅了解啦，咁同埋一個嘅對上一個學年嘅學校成績表啦，咁同埋咧係一啲家長同埋學生嘅聲明啦。咁跟住落嚟都會咧係需要係遞交3個咧係最具代表性嘅一啲嘅證明文件啦，係都係電子版啦，因為都係要上載去我哋嗰個報名平台啦。咁而個其中咧有一項咧都可以係我哋都希望想睇到學生嘅創意啦。咁其中一項咧嘅創意作品咧，亦都係需要遞交嘅。咁而另外都有2個項目咧係可以俾老師咧幫同學遞交一個係補充嘅資料。咁而係呢一個智力評估咧都係非必要嘅。咁純粹頭先係頭嗰5項啦，係必須遞交嘅。咁而都留意翻啦，我哋嗰個嘅介紹短片咧係2分鐘內啦，如果超過咧，我哋都唔係審視嘅。
而透過校長提名領導才能範疇嘅同學仔咧，除咗需要遞交呢一個嘅學生個人檔案啦，亦都咧會係邀請佢哋去參加一個20分鐘嘅小組討論嘅。咁同學係必須要出席嘅。如果我哋即係同學仔到時係唔出席嘅話咧，我哋就當佢係放棄呢一個申請㗎啦。咁而面試咧係會喺來年嘅1月嘅下旬咧去進行嘅。咁到時如果係成功報名，就會收到相關嘅資料㗎啦。如果經過校長提名咧，係視覺範疇嘅名額入嚟嘅申請嘅同學啦，咁學校嘅統籌人咧就麻煩要遞交以下嘅資料啦，就係都係提名原因啦。咁而喺藝術範疇呢方面咧，就需要遞交3個嘅藝術作品嘅，咁都係將佢電子化咗啦。咁係同埋附加有唔超過50字嘅描述，咁等我哋做翻個評審嘅。咁亦都係有學校家長對學生嘅觀察啦，咁對上一個學年嘅成績表啦，咁同埋咧係提名嘅聲明啦，咁而亦都咧可以係再有3項咧最具代表性嘅一啲嘅證明資料嘅，咁亦都係電子版嘅，咁而最後亦都有1項嘅創意作品啦，咁而呢一個智力評估亦都唔係必須遞交嘅一個item 嚟嘅。咁跟住落嚟咧，就會係進入一個問答嘅環節嘅，唔該晒。係相信大家依家喺畫面上面咧，應該都會見到有一個常見嘅問題啦。咁可以喺度有一啲重點就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例如頭先都有提到嘅甄選測驗咧，我哋依家咧就會喺將會喺個網上嘅指定嘅平台度進行啦。咁其實只要同學喺香港任何一個地點，咁只需要自備一個桌上嘅電腦或者筆記簿電腦咧，咁配一個穩定嘅網絡連接咧，咁係去完成就可以㗎啦。咁而就係甄選測驗咧，咁係會分咗3個組別。係啦，咁大部分嘅題目咧都會係選擇題嚟嘅，部分就會係一個短答啦。咁但係喺報名嘅時候咧，同學就記得係要喺報名嘅時候揀返係以繁體中文去進行啦，定抑或係以英文去進行測驗嘅。咁而參加咗今次呢個甄選測驗咧，咁就會取代咗之前嘅網上嘅網上嘅學習課程啦。咁同學只需要完成今次嘅甄選測驗，跟住之後咧就無需再遞交學生嘅個人檔案。咁我哋就會根據翻測驗嘅結果咧，係進行甄選。係啦，咁今次一個轉變咧就係每間學校今年就淨係可以透過學校提名為10個同學去報名參加今次嘅甄選測驗啦，同之前就有唔同嘅。係啦，亦都有啲老師有問到係同學如果成為咗學員，跟住之後使唔使要再參加測驗啊？咁樣就唔需要嘅。咁如果同學係可以經過今次成為咗學員之後，例如小學啦，咁如果小學同學佢成為咗學員啦，咁佢之後咧就唔需要再重新再參加，即係升中學嘅時候唔需要再重新參加甄選測驗嘅。佢只要完成翻我哋學院對我哋學員每個年度嘅一啲特定嘅要求咧，咁就可以延續佢嘅學員資格，直至到去中學畢業嘅。係啦，咁頭先都有提到嘅，咁其實嚟緊我哋11月尾嘅時候咧，都會有另一場簡介會，咁到時咧個內容同今次就唔同嘅，咁到時咧就會對於成個甄選測驗會有更加多嘅詳細資料提供啦，同埋會真係會同翻老師介紹翻點樣去進行一個報名啊，跟住甚至係校長提名嘅時候，咁同學嘅個人檔案點樣去提交啊，咁更加多嘅詳細資料啊，同埋實際操作上面係點樣咧？咁就會喺第二個簡介會嘅時候咧，再同老師講嘅。係，咁今次簡介會嘅時間就差唔多。咁嚟緊關於下次簡介會，所以嗰個簡介會嘅報名資料咧，咁大家可以喺11月中度啦，咁可以留意翻我哋學院嘅網站，咁詳細報名嘅報名詳情啦，咁到時就會喺網站上面公布嘅。
好，咁今次簡介會就到呢度，咁多謝各位老師嘅參加。